主后2024年5月初3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患难中的庇护所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59篇第19、17节。扫罗找人去大卫的厝埋伏要杀的时，大卫做这首金诗交予圣乐长，调用毋通毁坏。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救我脱离我的对敌，甲我安置伫悬的所在，互我脱离起来攻击我的人。求你救我脱离做歹的人，救我脱离爱害人性命的人。因埋伏要害我的性命，凶恶的人组织来攻击我。毋过上主啊，这毋是因为我的过失，也是罪过。我虽然无过失，因从来要害我。紧起来，看我的困境来帮助我。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以色列的上帝啊，紧起来处罚敌对你的列邦，毋通宽赦所有奸诈的歹人。因暗时倒来，亲像狗得吠，伫城内行来行去。因的喙吐出来的话，亲像来的刀。因想减有人得听。毋过你，上主要笑因，你要剔笑列邦。上帝，我的气力啊，我要仰望你，因为你是我的堡垒。我的上帝会用慈爱款待我，上帝会互我看见对你受报应。毋通遭灭因，才免我的子民袂记得。主阮的盾牌啊，求你用你的气力，互因死过流浪搁失势。因为喙犯的罪，甲喙唇讲的话，会跋落骄傲所设的陷阱，因为因所讲的咒骂甲白贼。求你发受气遭灭因，甲因彻底消灭，互人拢知上帝在掌管以色列，甚至到天边海角。因暗时倒来，亲像狗得吠，伫城内行来行去。因走来走去找食，食无饱就规暝吠无停。毋过我要唱歌称赞你的气力，早起时要大声学乐你的慈爱，因为你是我的堡垒，伫患难的日做我避难的所在。上主，我的气力啊，我要唱歌称赞你，因为你是我的堡垒，是永远疼我的上帝。患难中的避难所。对着武汉新冠肺炎 COVID-19 疫苗的施打，甲各国积极防疫应对，病毒对人类社会的威胁已经渐渐得到舒缓。虽然安尼，咱人还需要维持良好卫生习惯，保持健康，搁着用平常心面对病毒的影响。回想疫情初期紧张的日子，整个人类社会亲像面临末日灾难在停摆。新闻规日拢在报访全球疫情带来的灾害，互人对未来感觉极度焦虑。迄时阵，读国小2年级的囝身躯无爽快，经过快筛确诊，平常活骨爱搞怪的伊，瞬间煞大吼，目屎黏过。身为母亲的我，虽然有济担忧，还用平静口气安抚囡仔毋免惊，搁赶紧按照防疫指挥中心的指示，做好着做的措施，
我和大汉查某囝陪隔离的后生留踮厝内生活。若是先生先去暂时住踮会友的厝。后来，我甲大查某囝相继染疫，因为安尼大约有1个半月无法度外出，就靠先生为阮提供物资。感谢上帝，阮某囝3个人拢平安度过病痛。顶两年，台北单纯听趁老爸话去战场找兄哥，因为听到敌军中有一个大汉人哥利亚在叫阵呛声，就挺身出战。台北用木者的线索，敢若用一粒石头仔就甲哥利亚拍败。对以色列人来讲，这是好事。可是当扫罗王听到妇女大声唱“扫罗杀死千千，台北杀死万万”，就因为妒忌去杀鸡。扫罗设计互台北带伊的查某囝，互台北诚做伊的囝婿，其实是想借刀杀人，借机会拔除眼中钉。对台北来讲，伊可能感觉家己是无辜的，伊也无犯罪，而且尽心尽力为扫罗王和人民保家卫国。就算无功劳也有苦劳，却换来扫罗费尽心思要追杀伊。台北为着保命，不得不离开舒适的家园，开始流离失所，亡命天涯。台北心中减载痛苦无助，毋过伊对上帝犹原专心倚靠甲仰望。尽管台北一遍搁再一遍遭遇生命危险，可是每当伊看见清早的日光，总是感谢俄罗上帝永恒的慈爱，因为上帝保守伊，亲像将伊安稳妥当安置伫无人会到的避难所。伫瞬息万变的世界，有伤侪代志会互人感觉困惑、焦虑和恐惧。虽然疫情已经逐渐受到控制，总是人类社会犹原因为无同的问题持续动荡，包括天灾地变、战争冲突、饥荒散赤、极端气候等等。面对未来，真侪人逐渐失去盼望。咱身为基督徒，是毋是有活出“上帝是我的避难所”的生命力？咱是毋是亲像台北共款，每日清早拢会当欢喜感恩，大声唱上帝永恒的听咧？默想，伫一切的混乱和动荡中，我是毋是坚信上帝是我患难中的庇护所？搁确信伊是永恒袂改变的神呢？伫一切的混乱和动荡中，我是毋是坚信上帝是我患难中的庇护所？搁确信伊是永恒袂改变的神呢？咱做伙来祈祷，公义慈爱的上帝，我要日日大声唱你永恒不变的听。无论世上局势安怎混乱，我相信你会开力赢过一切，因为你掌管万有。我的性命也是你所保护。除你以外，我无其他的信靠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